星期三一年一度嘅國際騎師錦標賽，俗稱 IJC 又嚟咯。今屆嘅陣容非常之鼎盛，而呢個國際盛事嘅比賽就有4場咁多，安排喺4場、5場、7場、8場。而今次嘅騎師王嘅玩法咧，就根據呢12位嘅騎師咧，就有個編號嘅，每12位騎師都有個編號，即係有份參加 IJC 賽事嘅咧，就有呢個騎師王嘅資格。咁咧場次就喺第4場、第5場同埋第7場同埋第8場。咁啊睇佢哋嘅積分表現啦。咁如果你4場贏晒嘅話，就48分最高就封王啦。咁就冇其他嘅騎師可以選噶啦，就喺12位騎師就揀。咁啊睇你認為邊個會成績可以比較嚟最多分嘅就做騎師王。好，講翻今次賽事啦。頭場文家良嗰隻全程路通咧，今季場頭馬都係喺沙田5班1400米取得嘅，都係女騎師黃寶妮放頭贏馬黃寶妮咧，就係從12檔搶到條欄啦，就放順咗就贏啦。頭馬咧都係贏到後面啲馬冇得跑嘅，咁呢隻馬要有貼住條欄跑先至會好嘅，勝算就會比較高啲。上次杜遠欣就孭132磅，就排10檔，就飲恨入 Q 就跑第2，咁啊輸檔位啦，咁又孭重磅，咁又嘥啲力，咁啊要吸埋條欄，咁啊加上上一次隻馬就不斷內閃啦，就影響咗隻馬不斷嘅發揮。咁跑第2咧，咁啊騎師嚟講就都算唔曳噶啦。咁啊咁多不利因素喺度，今次就抽到黃金一檔，對隻馬會有啲幫助嘅，會賺到啲形勢啊。咁今次杜欣停賽復出，咁一定會搏盡打響頭炮嘅。咁今季呢隻馬咧，沙田1400米啊，始終都係惡啲嘅。話晒都識贏嘅馬嚟嘅，同場比較有威脅嘅馬就有3號同埋12號啦。咁3號上次入 Q 跑第2，即係布文嗰隻啦，即係奇偉達馬房嘅。嗰隻智旺財啊，咁啊今次咧就冇咩大變動啦。咁啊3檔啊都唔錯嘅，不過就係驚人同埋馬房即係就第2次賽事拼8精，其他就冇嘢好驚噶啦。咁啊另外咧就12號就田泰安騎武林至尊就比較威脅性啊，比較大啲，因為咧就排內檔啊，兼且輕磅啦。咁啊最近隻馬武林至尊咧就大前仗就跑1600米，就後上跑第3，闖入3甲。咁啊當日賽事咧就不離後追啊，都可以入到位啊。今次跑法好高野馬咧，對於再次跑入3甲咧，依然都係樂觀嘅。咁啊，上次不利後追都可以跑到個批。咁啊，今次內檔輕磅，咁啊應該就睇下田泰安嗰隻馬可唔可以留住一段衝。咁啊，睇下追唔追得過嗰隻杜遠欣嗰隻全程路通啦。咁一隻馬就靠放，一隻馬就靠後追嘅。咁啊隨時可能一 Q 翻嚟都唔定啦。咁睇下田泰安嗰隻追唔追得切咧，還是杜遠欣嗰隻先過終點放甩晒咧？咁啊，拭目以待啦，大家。好，就先講尾場，就有隻新勝游勇嘅馬，咁呢隻馬就非常之 fit。咁啊就係姚本輝8號非維僥倖。講開上次呢匹馬咧，就今季咧就初次進去跑活谷跑啊，就已經有好表現啦，就一出就已經跑第1。咁咧仲要係即係跑快活谷 A 欄呢度咧，就
已經可以贏馬啦，所以場地咧就唔成問題。今次用減7磅，相當之好跑啊！加上咧同場咧就對手無多，而有賽績嘅對手咧只係有2號啦同埋3號啦。2號嗰隻咧競速威龍咧就贏咗馬之後咧，由滿1800贏完馬就跑翻，又跑1600，忽長忽短。配何濟堯贏馬嘅。而家個新配就轉咗法國好手巴米高啊。咁始終都係就人馬合拍嗰方面就始終唔冇何濟堯咁好啦。加上咧就係贏馬嗰次咧就係8.6倍嘅，跟住咧到贏完馬之後咧落飛仲4.3倍啊！即係話咧，希望越高個失望越大，所以呢隻馬真係要小心啲。當中咧，尤其咧就3號部門嗰隻喜蓮勇敢嘅最具威脅，因為班底高啦，同埋有成75% 上名咯，算係全場最高噶啦。呢隻喜蓮勇敢咧，啱啱咧就跑第4，可見咧就嗰個狀態咧就已經係開始嚟啦。咁咧就同埋佢試過嚟集咧就好輕鬆，仲要輕鬆咁樣跑贏。呢隻馬就始終都係比較惡。11月27號試過大集咧就贏呢個雙影紅。雙影紅咧就星期3咧就配莫雅，仲要成為大熱門添。咁你諗下呢個喜蓮勇敢狀態翻晒嚟，相信應該係非為僥倖嘅最大威脅嘅惡馬嚟嘅。仲要配布文可以睇高一線。咁如果呢場買嘅話咧，就8號 WinPay 就穩膽嚟嘅，即係睇好佢會有機會連捷啦。咁連贏位置 Q 咧就買3號搭8號啦。最適合不過啦。咁你講翻今次嘅賽事咧，就高手如雲啊。但係世一騎師麥道朗咧，大部分嘅坐騎咧都係操得比較外檔啊。包括第3場追風啦，第4場添開心啦，同埋第6場嘅賢者威風低12檔啊。咁呢啲馬本來都係上風馬嚟嘅，但係而家你抽大外檔咧，分分鐘就變咗下風馬。加埋仲要係比較係重磅啊！佢有好幾隻都係有重磅嘅外檔啊，好似你第5場嘅99為尊啦，就10檔。咁又係咩先？135磅，雖然落班啊，但係加咗18磅。咁揀麥道朗嗰啲馬就真係要諗過，做好多都要諗過先。99為尊咧，幹班就其實幾惡嘅，加埋配麥道朗咧，咁其實我就寄予厚望嘅。不過因為咧就始終就係國際騎師錦標賽啊，呢場都爭得好犀利嘅。惡馬都會有幾隻。如果係第5場咧就可以買就 Q 位置 Q 連贏嘅，就搭翻李慕華嗰隻先到先得，睇可唔可以冚贏嗰隻莫雅嗰隻雙影紅啦。好，今次賽事嘅焦點，好多行外人咧都睇好女騎師杜婉欣同埋金美琪，佢哋亦都係被睇好會成為今次嘅騎師王之一。咁杜婉欣除咗枕頭之星之外咧，牌面較差，其餘坐騎真係惡到震。同麥道朗啱啱相反，唔計頭場，佢第5場同埋第7場同埋第8場騎師王場次就排1檔，馬又有實力，如果成功封王咧，一啲都唔出奇嘅。而金美琪咧就喺第7場同埋第8場咧，騎希斯嗰兩隻惡馬咧就都係叫好分子。希斯嗰兩隻建測群英同埋呢個有愛心得，嗰兩隻馬就啱啱贏完，都係幾惡嘅。不過呢兩位好手嘅女騎師咧，要贏出騎師王咧，就先要過2關，因為咧李慕華同埋莫萊拉嘅坐騎都有翻咁上下，佢兩位騎師都係過江龍嚟㗎。
要全部贏晒4場封王咧，就比較困難。即使贏3場都並非易事，所以咧要贏4場做騎師王咧，就似乎冇乜可能啦。但係只要勝出2場嘅賽事，再加1至2場入 Q 或者位置咧，就好大機會叫胡啦，封王。咁利慕華嘅坐騎咧，就又係第4場頭關比較差之外咧，其餘3隻都係有啲贏面嘅。其中咧，先到先得同埋一定掂咧，都係有啲機會嘅。綜合晒所有騎師嘅實力同埋坐騎同埋檔位同埋狀態各種因素，加埋晒所有其他有可能性嘅情況底下咧，我都係推薦覺得呢2位騎師啊，尤其是係莫尼拉就比較係應該就係高蹺入雲嘅啦。但係咧，利慕華咧就係騎師王嘅黑馬，即係令人跌眼鏡咧，就應該係呢個利慕華。唔好睇小啊，唔好睇小利慕華。即係佢騎嗰幾隻，除咗頭關之外咧，嗰3隻有2隻贏面，咁啊其中一隻咧就3軍勇將贏埋都唔奇，咁啊可能跑入3甲都有分㗎嘛。咁如果冇乜騎師贏佢起到孖，咁啊甚至佢全部入晒位，又跑晒 Q 啊，都有機會封王，所以都唔好睇小利慕華。不過咧就正頭正路啊，應該可能最大機會都係雷神莫尼拉嘅啦，即係以我睇法。好啦，唔講咁多，好，拜拜。至於本地騎師咧，何澤堯咧就啲馬就比較邊線啲咯。咁啊，最大機會咧就係勁沙塵啊，廖康明嗰隻，同埋手道齊來徐雨石嗰隻，似乎就機會就較遲一啲啦。咁啊，精神上咧都係繼續支持佢嘅。咁希望或者有機會爆冷啦。咁大家到時再執生啦。大家贏多啲，拜拜。